哥又俾一個新聞搞破防，有冇聽過南通野生動物園嗰件事咧？今年7月份咧，一個媽媽就打電話俾南通野生動物園，講自己個2歲嘅女咧就辦咗張年卡，總共就先去咗5次，咁而家就一直住院，估計以後都冇咩機會去。張卡仲有咁長時間，可唔可以退翻幾百蚊？對方聽完就靜晒，個媽媽覺得好尷尬啊，唔知點好。突然間，對方問咗一句：小朋友而家點？情況嚴唔嚴重啊？哇！就係咁簡單一句問候，令到呢位故作自然嘅媽媽瞬間破防，忍唔住喊咗出嚟。佢話個女4個月前確診咗惡性橫紋肌肉瘤，一種侵略性超級強嘅兒童癌症。為咗呢個女，成家啲錢都使晒，日常生活慳得就慳。執屋嘅時候就發現咗呢張年卡，諗住搏一搏啊，睇睇可唔可以退翻幾百蚊使啊，去交下醫藥費。呢位媽媽就越講越細聲，佢都覺得有啲難為對方。你細估唔到咧，動物園呢邊一啲考慮都冇，即刻俾咗個答覆佢，唔係可唔可以退翻啲嘅問題，係全額退款。麻煩你提供個銀行帳號，我哋即刻幫你全額退款。而且動物園承諾幫個小朋友保留年卡嘅資格，請媽媽轉告個小朋友安心養病。我哋全體工作人員等你好翻之後再嚟玩，全額退款，保留年卡，全體人員恭候。呢啲話好似一股熱流，溫暖咗呢個瀕臨崩潰嘅家庭。嗰2日啦，退款就到帳，但個故事先啱啱開始。再過咗2日，媽媽就收到咗動物園嘅快遞，佢以為係退卡相關啲票據啊，原來個快遞裏面係一份精心準備好嘅加油包，裏面有各種可愛動物公仔，仲有動物圖冊，以及全體動物園工作人員手寫嘅祝福卡。卡片上面畫咗好多好 cute 嘅動物，有啲祝福語就寫住：小勇士快啲康復喎，我哋喺動物園等緊你嘅。有啲就寫：獅子王話下次你過嚟，將個皇冠借你戴1日。長頸鹿就應承咗啦，摘最高最好嘅樹俾你。係咪足夠感人呢？我都以為個故事就喺呢度結束啦，細估唔到真正令無數人破防嘅，而家先開始。通完第一次電話當日咧，動物園就做咗一個驚人嘅決定，連夜將個園區嗰個許願池嘅銀仔全部撈晒上嚟，足足撈咗20個鐘，足足咧就12083隻。嗱，有啲係生晒手嘅，但每一隻咧本身就承載住大家健康平安嘅樸素心願。動物園就再加多咗5萬蚊，一齊就將呢62083蚊呢啲救命錢就送去醫院交俾嗰位媽媽。個媽媽就好感動咁講，本來咧就諗住退張年卡，冇諗到你哋連個許願池都挖空埋俾我。嗱，講真啦，我哋掉銀仔落去許願池都係求個心安啫，從來冇計較過啲錢去咗邊。今次南通動物園嘅善舉咧就話咗俾我哋知，原來咧我哋隨手掉落去嘅許願真係可以成為救人一命、幫助他人嘅善款。有網友就係咁留言嘅，平日見人哋捐5萬蚊就冇感嘅，捐500萬都冇感覺，但見到動物園將1萬幾個許願池嘅銀仔撈晒出嚟捐出嚟，瞬間就破防。呢個先係真正嘅許願池。許願池唔係一個商業景觀，係一個溫暖嘅善意儲存器。嗱，呢一次實實在在咁兌現咗佢嘅善意。相比嗰啲廟宇功德箱裏面唔知俾邊啲假和尚分走晒嗰啲咁嘅功德款咧，而喺南通動物園隨手掉落去嘅許願品，最後都係會翻返去有需要嘅人身上。嗱，其中有一個銀仔啊，上面居然刻咗幾隻字喎，寶寶早日康復。園方就特登留翻呢隻銀仔，攞去醫院送俾個細路，就係想話俾佢知，其實有好多人喺度默默咁祝福緊佢。嗱，講真啦，理論上咧年卡係冇得退嘅，但喺面對生命呢件事嘅時候，園方選擇咗重新定義，而將遊客嘅祈願轉俾一個有需要嘅人，冇咩係比呢個對善意更加虔誠嘅回應。正如園長講嘅，我哋守護嘅唔單止係動物，仲係人心。而家許願池旁邊咧動咗個告示，你投落嚟嘅每一個銀仔，將有可能照亮其他人嘅生命。原來人世間咧最深嘅感動，莫過於係自己嘅願望落地生根，喺人哋嘅絕境裏邊開花結果。因為呢個新聞咧，邦哥已經決定咗，明年咧就跟阿海膽頭做隊長嘅獅子會分隊，多啲去做善事，亦希望各位幫可以同邦哥一齊祈願呢位小朋友早日康復，順便祝南通野生動物園生意興隆，善有善報。男人驚恐地發現，打出去的子彈停在了門前不動了。